来爱现唱山歌。阿公，我用电吉他唱山歌给你听。来唱我山歌，色彩好呐。哦，用也做得咯。无穷的编曲，无穷样的乐器，山歌变多动神气。山歌唱来闹连连，乡下堂歌来结缘。乡亲朋友，我就用电吉他混搭呀山歌，係每件动潮的事情呢。哦，这唔拉看啦。今比小基本大家的歌曲吼，做得讲艺术比艺术潮，艺术比艺术跳，保证当初冇穷样。真嘅，佢格格嚟弹看下咧，到底有多潮，有多跳。好，我来弹蔡依带来新编的开潮歌。好。每次是海呀开潮，落每是海起是海呀来游，落每是海呀起爱来讲，定个是宝是开呀单头，开呀单头。每次是穷啊路行哦，两人穷路是心啊爱平哦，两人该穷啊路心爱脏，让用大马是切啊莫强哦，切啊莫强哦，多么呀。每次是多啊好顺哦，阿哥路夫是莫呀路群哦，两人该牵啊树来个水，水进心头是上啊上准哦，上啊上准哦，多么呀。哇，唐台一味唱的歌哦，还真给我提醒乡亲朋友哦，也播出来呀，真给迄山歌唱来闹连连。系啲人啲上马嘅收音机，礼拜主题出去加入现代音乐精神，重新编曲嘅山歌。唔过话讲转来，你知道家几首歌曲好听吗？当然好听啊！一味唱嘅开潮歌，因为唔好听咯。我喺度少讲啊，给录一批嘅乡亲朋友讲，明明一条按好听嘅传统山歌，因为按样唱。哦，我啲唔想按满日嚟创作咗重新编曲嘅想法，还有特色，错嘛？我拢讲。滿對人咧，真嘅，我二公四香香唔講，
摄影机，时代真嘅咧变，嗯山歌要面对新的观众啊。係啊，了了创作者，佢哋有啲老歌新唱啊，重新编曲嘅成果当杯，咪当好哦。除咗差異以外，你還啲唱王年玉先生，佢咩有新編？哦，真嘅，好，有來唱哦，係唱唱唱好，我先唱哦，好先我唱。哦哦哦哦哦，王兒，哦哦哦哦哦，唱下。哦哦哦哦哦，出啊一走，出啊一走，走走風從前妹來南搖，哎呀龍洞山，哎呀龍洞山。唔睇，你話傳統山歌，夾入新嘅編曲，真係冇強用。真勁呢！係啊，你阿叔唔會吃到講，安尼唱山歌冇通嘅吼。唔錯啊，因為佢適合就讓佢送到傳統嘅片，當初人牙嘅啲唱老人喺對你嘅腔樣咧，拜託一開始我就講過哦，我做得接書，我 OK，我知道當好好，跟我哋你下嚟攏講，你係條創作者，佢條重新編曲嘅想法。好啊，唔講啊，你啲鑲嵌嘅概念，鑲嵌，除咗兩種出啲完全冇腔嘅東西，夾腔下變新嘅東西，出腔轉色啊，係啊，你前金屬嘅節台鑲在一起，變轉色金子。樣係因為唔啲，唔講係悶咧，你用老傳統嘅山歌嚟重新編曲，老一鑽石戒指有乜關係啊？哈，當然有關係啊！新編出傳統山歌，然後西方音樂結合啊，冇講到咧。我來談鑲嵌的例子，有啊，車奇怪，然後顏子文咧宋金才談一下。好，安那談看哪咧？萬那搖，熱送機劍那齊，妹妹來跳雙叉，那我的阿奶姑哦，愛是呀莫愛那，我啊懂得愛那，愛是機萬那搖，一送機包條。就是個阿溜真咯，真是個阿溜溜，邊無見那我的阿奶姑那。那搖，熱送機劍那齊，妹妹來讓水歡那，我郎才足夠，愛是呀可愛那，我啊講得愛那，愛是機萬那搖，一送機包條，就是個阿溜。真咯，真是個阿溜溜，邊無見那我郎才做個那。
讲定爱那，爱是去烦那有，你送去包头，就是个阿流转咯，全是个阿流流，你无紧那我郎才做我那。少年子，嗯车先生哦，佢坚持传统唱法的语言，嗯你看哦，佢爱现呢。嗯，颜志文先生弹吉他，两煞合作，列出两种本质无相的东西，夹强下，出变新的艺术品。哎弟，人意思讲，迄种传统的山歌啊，系转杀，也使用的乐器啊，就会借台，老佢两啥上腔下就变到不灵不灵的转杀金子，错冇？列出的混搭，不过佢哋要保留自家的特色。哎，咱样讲吼，就真经形容都懂清楚。嗯像刚才一开始人堂都会新编，都刚才混搭，哎，都带迄万人搞嘢都安样做的啊，也一个都带迄万人最早进行一种太淡的声音嘛。哦，少年子，你问到係动女行的问题。真经？係啊，通常最有代表性的吼，唔係最早，所以最好，最好的你听过啊？佮最早的咧，最早係1981年，嗯吳生之先生佢出一張客家的專輯，叫做《無言》。嗯第擺度啊，主題有3首佢即係新寫的客家歌謠，還有加入西方音樂曲風，重新來演唱的客家傳統山歌。哇，1981年，嗯，民國70年呢。係啊，